一切都要睇體能枯竭嘅最後3分鐘。隊史第19次系列賽落後1-3，實現歷史上第8次黑七逆襲，近44年季後賽首次擊敗綠衫軍，終結咗對手3-1領先時32勝0負嘅佳績。七路人晉級東部半決賽。歷史係用嚟創造嘅，都要等時機。季後賽有個好奇妙嘅大多數，哀兵必勝，但呢次唔係。賽前，塞爾特人宣布達頓因為失傷冇辦法上場，為咗要保持輪換陣容嘅強度，主教練馬素拿將可以用嘅陣容搣開兩半，侯沙基達放替補，本來遞補達頓到正選嘅比查德亦都冇上正選，只係打下，就算布朗同懷特可以搶到啲分，內線仲係頂唔住恩比迪，得分點上面仲係冇辦法回應七路人嘅4個主力，唯有重新調整。正選嘅加爾沙同小夏巴打嘅時間其實好短。換個角度，如果塞爾特人佢可以長輪換堅持到落嚟，佢就意味住七路人嘅主力表現唔夠好，塞爾特人嘅贏面會更大。事實啱啱好相反。七路人用咗一套7人或者講係6人嘅輪換，恩比迪嘅替補祖蒙特只係打咗8分鐘，復出第4場嘅恩比迪打咗39分鐘，有1分鐘係小陣容。恩比迪喺場上面嘅對位優勢好明顯，可以吸引大量防守注意，亦正係佢喺度先至可以令到外線有咗空位，佐治艾治金比加埋起身命中8個3分波，亦都反哺咗內線，令到麥斯突入內線嘅時候，對方唔敢大量回收。咁當然唔係話七路人故意縮短陣容，只係正選球員一開場已經將個強度提到好高，替補上嚟好難適應。基利美斯係替補席唯一可以爭取到時間嘅球員。不過呢啲都係結果論，一切都要睇體能枯竭嘅最後3分鐘。麥斯2個上籃4次罰球，同艾治金比嘅最後2罰，幫助球隊一波10-2終結比賽。恩比迪佐治可能係成場比賽七路人嘅節奏同戰術基礎，而25歲嘅麥斯同20歲嘅艾治金比就係可以突破重圍嘅2個點，或者真係時機到咗。曾經達頓都有呢種感覺，因為舊年5月跟腱撕裂，需要1年以上嚟康復，只係冇佢嘅前62場，球隊竟然升到東部第2，球隊嘅進步特別大，傷病亦都好似好得特別快，最後佢只係用咗298日就被判斷為110%健康。一切都好，計劃有變，開始衝冠。不過系列賽第6場第3節嘅左膝後側關節僵硬，令到有變嘅計劃再度生變。除咗嗰一次叫錯嘅挑戰，馬素拿大概做晒佢可以做嘅一切。恩比迪、佐治、麥斯同艾治金比都係。東部半決賽，七路人嘅對手係力博。常規賽雙方都係喺客場取勝，力博可以匹配嘅內線同側翼輪換都更加豐富。喺對鷹隊嗰個系列賽，佢哋贏嘅都係大勝，輸嘅都係惜負，製造咗緊張感，但又游刃有餘。七路人可以做嘅呢，先確定恩比迪嘅膝頭過度伸展嘅傷勢，趁住力博仲未適應到，先試下搶第1場。